咁你有冇諗過，亡者的靈魂究竟需要乜嘢，才能得以安息？如果冇一個安穩清靜嘅地方，靈魂又點可能安寧，唔會再受輪迴嘅苦呢？魂魄冇處安放，就如同迷失咗方向。正因為如此，地宮嘅設置才顯得咁重要。佢唔單止係一個地方，更係一個能夠讓亡靈安穩修行嘅福地。但又有人問，咁骨灰龕唔係只係一個普通嘅盒咁簡單啫？其實骨灰龕唔只係存放遺體嘅地方，佢係靈魂修行、功德積累嘅起點。每一個骨灰龕背後，其實都承載住對亡者嘅祝福，對家族未來嘅庇佑。道經有講，香火不絕，則陰陽相通；供奉常在，則功德日增。你有冇想過，香火供奉的意義係咩？佢唔係單純嘅儀式，而係為亡者積德，更係家族成員之間情感嘅連結。但如果冇香火供奉，陰陽之間真係會隔絕嗎？如果唔再記得先人，先人真會被遺忘，甚至孤獨於另一個世界。骨灰龕其實就係一條橋，唔只係將亡者安放，更係一個能夠連接生死兩界的橋樑。每一柱香，每一聲誦經，都係為亡者積累善因，為後代種下福報。